今日我哋用質地軟腍得嚟又有煙韌口感嘅小豬展，加埋蘋果，利用電飯煲整呢一個瑞士汁蘋果小豬展。小豬展又叫水展或者豬前展，佢細細嚿軟滑得嚟，帶有煙韌口感，特別好食嘅，而且仲好容易煮添。喺超級市場買豬肉，佢有時唔會寫明係大豬展定係小豬展，好似今日我呢一 pat 呢，又有大嘅又有細嘅，兩隻都喺度，啱啱好就可以俾你哋睇到大小豬展嘅分別啦。但係其實小豬展先至係好食好多過一種。而家首先洗一洗乾淨啲豬展先，豬展拖一拖水，凍水落肉。而家就好清楚睇到一嚿係小豬展，一嚿係大豬展啦。你哋記得揀小豬展嚟買啊，大豬展韌好多㗎。一水滾就可以撈起啲豬肉，沖走表面污糟嘅嘢。豬小展切成大口塊，因為燜完會縮水，而且切太細會散開。撈入現成瑞士汁，攪勻醃30分鐘。如果冇可以睇描述點樣自己溝瑞士汁。然後啲蘋果都係切大粒，準備大約3瓣蒜頭切片，3片薑。首先爆薑蒜，有香味就得㗎啦。跟住放啲豬落去，爆一爆香佢。唔好倒埋啲汁落去喎，因為會爆唔到㗎，太濕。跟住加埋啲蘋果落去，撈勻佢。跟住加埋啲汁落去，頭先嘅醃料汁，再加少少水，大概係150毫升。跟住吸埋個蓋，由佢煮25分鐘。中間大概15分鐘可以打開蓋撈一撈勻佢，睇下啲水夠唔夠，會唔會太乾，可以加水。咁就煮好㗎啦，係咪好易呢？如果仲未腍晒嘅話呢，可以加少少水，煮多一陣，或者轉用保溫功能，焗多一陣就得㗎啦。筷子捉落去已經腍晒，哇！睇下豬展上面啲筋幾咁晶瑩剔透，嚼落去好好口感㗎。啲蘋果都腍晒，味道索晒落去啲豬展入面，而且燶燶地仲好焦香添，配搭埋蘋果嘅香甜味呢，好夾啊！加啲生菜，拌碟又好食。